挑工吼，炸两蕊玫瑰花啦。伊讲叫我后迄个年会上济啦。啊，咱今仔日吼，直接甲冲去这内底，所以玫瑰花还好啦吼。啥人95岁以上的，举手。95岁以上几个？哦，等一下，有人比98较济无？有人比98较济无？哦，这个我送，你偌济？你几岁？也要讲，你莫讲。嘿，哦，好，谢谢。98无简单，大家有同意无？我看伊一个红包。